另外，伫云林某一间国中，昨昏是有学生囡仔上热，酸甲上过头，甲洗便所的清洁剂倒入去营养午餐中昼顿的汤内底。有同学食煞了后出现冰白、头晕、腹肚感觉烧烫烫，学校是赶紧叫救护车，甲6个学生送病院。目前这学生囡仔拢已经转去处理休困，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。接下来，咱来关心伫台北市的士林区溪山里是爆发急性的胃肠炎、群组感染。这是顶礼拜4月初3大地震刷了后，陆续有里面是各吐各流，累计已经有上百人，因的身体拢感觉真无爽快。经过调查呢，发现这个所在里面拢是食地下水，初步检验是水内底的大肠杆菌伤悬啊，所以因才会歹腹肚。已经赶紧设自来水的供水站，也若联合病院、阳明园区的医疗团队，即马嘛已经去里内提供里面医疗服务。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我们自来水，我们自来水没有供应到那个地方。他们其实是用山泉水，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他们简易的自己的系统，都是上吐下泻啊。5号、6号开始接到，陆续接到，大概应该100位以上吧。到目前到今天晚上9点半为止，那总共有11位民众就医。就医的民众大部分都是近3-4天内有消化道的症状，那包括有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胀等。那现场医师已经有开立症状治疗的药物。